透过屏东的消息来关心台中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候选人林义伟，因为啉酒赛车宣布退出民进党甲议员的选举。台中市议员总共要选出65席，民进党本来是提名35席，因过第二选区的林嘉怡进前因为健康的因素宣布退选，民进党无去找人啊。即马第5选区的林义伟又过来因为啉酒赛车退选，民进党提名剩33席。毋那这个议员的席次过半难度增加，嘛影响到政府议长的布局。因为酒驾宣布退选退党的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林义伟，透早竞选总部大门锁掉咧，无搁做回应。台中市第5选区原本民进党提名3个人，即马减一个林义伟，候选的认为共党的候选人压力搁较大。议员的退选的话，他直接的票源会被瓜分掉了。他是有机会当选的哈。那换句话说，本来民进党在这边有机会3席，我们少了1席之后，在国民党的3席就会比较稳定了哈。林义伟酒驾退选，民进党台中市党部嘛照定序开临时会，遵照中央党部的指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置，最严厉的处分就是开除党籍。台中市议员总共要选65席，民进党原本提名35席，讲议员一定要过半。不过顶个月第2选区林嘉怡因为健康的因素退选，民进党无搁定调。即马林义伟搁退选，民进党提名敢若剩33个人，嘛影响到连赢正副议长的部署。我想在年底。没有一个党能够过半哈，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结合其他的小党，能够为我们的这个议会来服务。若是到时阵议会无过半的大党，正副议长的人选都有可能出现变数。安怎联合小党或者是无党籍的势力，嘛是哪力定赢爱思考的策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